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，我要喺呢度俾一個嚴重嘅警告你哋，千祈唔好嚟馬來西亞呢個 Legoland 住啊！點解？因為一旦你哋嚟咗，就會樂而忘返，玩到唔捨得走，細路唔肯走，連大人自己都唔想走啊！我哋就係咁喺度玩咗3日啊，都仲未玩得晒。Hello， 歡迎返嚟 MY 移居日誌。OK， 如果你睇完警告都堅持要嚟嘅，咁我哋就一齊睇下點樣玩得最醒啦。今日我要介紹嘅係位於新山伊斯干達州嘅 Legoland Malaysia。首先，交通方面，如果你係揸車嘅話呢，樂園會有2個停車場嘅，建議你去接近酒店嘅嗰個停車場呢，就會比較方便啲去玩啦。另外，Zone 1、2嘅停車場就會相對遠啲。但如果你好似我哋咁用 Grab 呢，記住啦，目的地要 set Mall of Madinah， 唔好進晒個 app 默認定位啊，好容易兜咗去行政大樓嗰邊啊。咁點解要喺 Mall of Madinah 嗰度落呢？因為穿過呢個商場就會直接去到 Legoland， 而呢個商場本身呢都係好好行嘅，有超市、餐廳，價錢合理，嘢食又唔錯，最重要嘅係有好多啱小朋友玩嘅鋪頭啊。咁我哋嘅策略就係喺外邊食飽飽行陣，就再入樂園玩啦。記住啦，入園會係咁易 check 下袋㗎，所以食物同水就唔好帶啦。跟住落嚟就係全條片最重點、最慳錢嘅部分啦，聽住啦。買飛嘅時候，如果你係 Malaysian 嘅 residents， 包括長居大馬嘅 MM2H 簽證持有人，你買一張 Single Day 嘅 pass， 佢可以免費幫你升級做 Annual Pass 嘅年票啊！冇錯，係用1日嘅價錢去換1年內無限次任玩主題樂園、水上樂園同埋 Sea Life 水族館添啊！呢一張 Annual Pass 呢，仲有好多嘅着數，包括免費泊車啦、酒店住宿8折、園內買精品同埋餐飲都有9折嘅，之後幫朋友買1日飛都有7-5折啊！樂園會係朝頭早10點開放到下晝6點，時間要好好把握。入到去，你會發現成個樂園係分咗8個園區，中心就係核心地帶 Miniland， 其他嘅園區呢就係圍住佢嘅。一入門口呢，你就會揾到 QR code 可以掃個地圖，好方便噶。我想講，我哋完全低估咗 Legoland 啊！原本以為佢同其他主題樂園差唔多，咪又係睇下嘢同公仔影下相咁就一日。點知完全唔係嗰回事啊！佢又刺激啦，又有教育意義，仲可以俾小朋友動腦筋，玩足3日，我哋個個都話未夠喉啊！成個樂園所有嘢真係貫徹 LEGO 嘅精神，大至建築物、揸嘅車、船，細至路邊嘅裝飾，全部都係用 LEGO 整成㗎，好夠心思啊！我哋第一日集中玩 LEGO City， 一開波坐下個 Legoland Express 嘅小火車，遊下車河，睇下風景，順便規劃下路線。我覺得個綠化做得幾好，氣氛又幾輕鬆，啲遊客仲會互相打招呼㗎。跟住就去 Driving School， 大人細路都有得揸車，可以自己控制軚盤。但我嘅小朋友未夠高大玩大車，所以我哋就去咗 Junior 嗰邊。玩完之後仲有得影返張駕駛執照添啊，儀式感滿分。之後我哋去 Boating School 自己揸船，就更加搞笑啦，撞船撞難，調轉頭行。真係乜情況都有啊，笑到我哋肚痛。仲有個 Fire Rescue 救火行動，成家一齊出力推動架車再救火。我哋淨係玩幾分鐘已經好攰啦，所以真係要向消防員致敬啊！ LEGO City 入邊仲有舞台表演同埋一個包裝成機場嘅旋轉飛船，都幾過癮㗎。之後我哋去咗 Miniland， 哇！呢個真係令我嘆為觀止啊！佢將成個亞洲嘅標誌性建築全部用 LEGO 神還原出嚟啊！睇到我哇哇聲，不停咁問點樣可以砌到咁似嘅呢？真係好有教育意義啊！等小朋友可以認識多啲唔同國家嘅建築。下半場我哋轉戰 LEGO Technic 同埋 LEGO Kingdom， 刺激感即刻嚟啊！先玩 The Great LEGO Race 過山車，門檻好親民㗎，1米1高都玩得。我仲心諗 LEGO 過山車啫，可以有幾刺激啊？點知一開車，哇，原來都幾快幾刺激㗎喎！我自己都有少少驚啊，但係身邊嗰位小朋友竟然話唔驚，仲要玩多次添啊！跟住我哋再玩 The Dragon，
佢就正式愛上咗過山車啊，連續玩咗2次。最後玩嘅 Castle Stage 呢個過山車好有故事性嘅，好似入咗一個魔法城堡探險之旅咁樣。之後呢，先至開始衝啊，好有心思，搞到我都忍唔住要 encore 啊！喺唔同園區之間仲散落好多主題嘅公園仔，等小朋友可以隨時放下電。第一日唔夠玩，第2日我哋又返嚟啦。今日我哋去咗 Imagination 園區，先坐觀光塔飽覽全景，正。然後呢，就再去法拉利展區啦。哇，係真法拉利 Lego 啊！係咪所有男士見到都係愛不釋手噶？起碼我屋企嗰2個係。咁我即刻梗係化身做車女郎襯托下啦。同一個館仲有一個超正嘅環節，就係自己砌架 Lego 車，然後攞去賽道同人哋鬥快，個熒幕會顯示時間添啊！呢度簡直係時間黑洞啊！唔好話小朋友，大人都砌到唔捨得走啊！我哋竟然唔覺意就消耗咗2個鐘啊！之後我哋睇咗個 4D 電影，戴埋 3D 眼鏡之餘，仲會噴水噴氣，好有現場感啊！下晝我哋去 Land of Adventure 去玩 Dino Island， 呢個係我成個旅程嘅至愛。過山車最後會衝埋落水，成身濕晒，真係好刺激啊！估唔到小朋友都夠膽玩，仲好鍾意添啊！不過有個溫馨提示，如果你打算玩呢個，建議你入邊直接着住泳衣，玩完之後就可以無縫接軌，直落去水上樂園。最後因為時間唔夠，加埋落雨，所以我哋以 Ninjago Ride 作結，用手勢打怪獸，互動性強又幾得意喎。順帶一提，呢個咁靚嘅建築物就係 Legoland 嘅酒店啦。佢有唔同嘅主題客房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入住嘅。不過我哋上網睇咗啲 comment， 發現呢有人話入邊呢係比較殘舊嘅，所以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記住自己做足功課啦。點諗到第3日我哋又返嚟啦？今日我哋專攻水上樂園，呢度租個 locker 35蚊馬幣全日任用。想影相嘅記住要帶個防水套啊！呢度有大水桶倒水啦，有人造浪池，熒幕上邊仲有虛擬人物一齊跳舞，氣氛好好噶。估唔到呢度都有啲幾刺激嘅水上滑梯，我嘅小朋友高1.1米，又有大人陪，都可以一齊玩。最貼題嘅係，竟然有個位可以俾你自己砌自己嘅 Lego 船，然後放喺水道度鬥快添啊！呢度仲有一個人工浪池，你坐喺個水泡嗰度，俾啲流水慢慢推住你浮下浮下，都真係幾 chill 幾舒服噶。淨係呢個水上樂園都要玩1整日啦，所以好遺憾咁，我哋竟然冇時間玩埋 Sea Life 水族館啊！因為主題樂園係6點閂門，而我哋又慣咗食完 lunch 先入場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玩得盡興啲，就要預好時間喺園內入邊食埋 lunch， 或者再早啲入場啦。總結今次嘅行程4個字：樂而忘返。遊戲嘅設計呢，真係好有心思，一家大細都有嘢玩，大人絕對唔會悶，唔似得咧去某一啲主題樂園呢，淨係得小朋友開心。而喺教育意義方面，我個人好欣賞 Miniland 嘅設計，唔單止俾我哋認識唔同亞洲標誌性嘅建築物，我自己個人都好欣賞佢哋背後付出嘅努力，同埋呢個設計呢係幾咁精細啊！我哋係剛剛嘅聖誕假期去，人流都唔算多，排隊好快，所以玩得好爽啊！職員都好友善，好有笑容，所以體驗都好好。原來玩完3日，我哋仲發現到有好多設施未玩到啊！最後究竟呢轉用咗幾多錢呢？我哋3個人門票嘅總數大概係2000蚊嘅港紙左右，用呢個價錢玩足3日2個園區，仲因為免費升級咗 Annual Pass 之後，我哋1年內都仲可以無限入嚟玩啊！你話係咪好抵玩先？我哋已經決定咗啦，一定會再返嚟玩盡佢。大家又覺得抵唔抵玩呢？嚟過嘅朋友體驗又如何啊？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你都想計劃一個又好玩又抵玩嘅家庭旅行，不妨考慮下 Legoland Malaysia。希望呢個分享幫到大家。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記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啊！等我再分享多啲馬來西亞好玩嘅資訊俾大家。撳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另外 share 呢條片，等你朋友知道 Legoland Malaysia 係幾咁好玩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